112年，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各种学生组先强编号2号起分神录音，副手演讲2021年作，伫乡下闹闹热热嘅求人年一个题。又存到点清嘅成法，唔过行过消防炊事，我看到嘅一台一台嘅消防车驶出车库，行到路顺。虽然看唔到无限汽车嘅身影，未听唔到紧张冲耳嘅警报声，唔过空气地位肯定失败爱天同嘅天保，一种神经绑起嘅气氛。漂亮音乐系闽南人挂子嘅时节，按当年天时改爽，春意满多，音乐嘅演讲早时时嘅。故说，第一个拜六挂子嘅临暗开始。就会看到演讲巷出现冲天嘅烟，接下来风风嘅火光就奔出来嘅。阿妹哎哟，火烧演讲咧，消防车嘅声音像照常表样嘅，从一路出。警报上啲街路巷修电过，一台、2台、3台。总该都出通嚟，唔过团务过后超难挨嘅。咁不讲，万暑假流烈嘅阿边哥，拿得猎咩多嘛，同附近嘅竹头树嘅草嘅劈踢看火路，天一大早。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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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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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神机嘅声就到天堂来来去去响无停。出神机是闽南府游水了，闽南府严是闹热起来，大家实实好早好味嘅，坐下来天天呢看见出神机啲湖面游水嘅景象。比过来嘅直升机，为到闽南府嘅时节，就会天天呢降下来，等到都市下边嘅太太嘅得到水面，佢就会夹同派嘅向前拖一下，再绑起来，黏黏一太太嘅水就掉起来嘅，沙丁。就同樣按太太嘅水，降降急急掉到降山塘背嘅演講巷，對半天哥倒一下，按太太嘅水，水化咗一層啪啪嘅蒙煙散槍槍。現當嘅直升機一轉又一轉，對打造比到團戶。山腳下消防茶嘅水，一罐又一罐見色。應講嘅風嘅火隻對山前車到山背，對山平車到山東。點前嘅暗夜，總會聽到竹頭燒到噼里啪啦響嘅聲。火勢就聽見風，因那嘅比。等到天光嘅下，人家嘅木凳、海路巷、天橋度，跌到全係糊嘅火炭外。因講嘅火日夜燒燈，山下嘅消防車、救護車、阿邊個未日夜裝燈。下擺，存到充電嘅拍煙。大家想要準備下嘅時節，風嘅火面有好點點嘅
量啊出。就按呢，一直爱受到瓜子结束，不受影响，对环境、对山崖嘅破坏十分大。看到撇足條嘅阿邊哥，本蔬菜掛到樹同面，都血流血出，食材本人亦唔判定。瓜子嘅方式係唔係需要詳情？好好來思考參詳咯。